12月葡萄成熟时，对，你看这个，这果粉蛮厚的。李心如女儿也在果园里，从小就这样拔了就吃。因为我跟我弟弟都很喜欢吃，后来还想说，不行这样子，他要改变环境。会担心孩子吃进农药，就不能沿袭上一代的惯性农法。李心如和丈夫开始学习，以天然糖蜜发酵液施肥，也不再使用除草剂。你看它这个黄黄，这个是用砍的哦。我们就是要保护它土壤，它的微生物群就集中在那里，然后造就它土壤的活化。土壤过好不酸化，40多年前公公种的卓兰第1棵葡萄树，每年依旧结实累累。这样的果梗，有这个整个心脏的话，表示这个葡萄管理的就很扎实了。你一般在市面上买的葡萄，是不是一捏果肉都跳出来了？你看它怎么捏，它是不是就是很 Q 的？这时李心如忍不住要提醒，吃水果要尽尝甜滋味，未必稳当。今天你要吃很甜的水果，你是不是心里就会有一点胆怯？为什么？它自然东西一定有它自然的原味，你要把原味带出来。自然的农业本来就是甜中带有点微酸，任何水果都一样，不光是葡萄。在全国葡萄评鉴夺得3次冠军，以冠军葡萄制作的果酱入选台湾伴手礼，让坚持无毒栽种的客家夫妻更坚信自己走对的路。大家以前的观念就是说，只有信义乡有葡萄，彰化有葡萄，不知道我们卓兰竟然有这么好的葡萄，一个苗栗县的代表性。也是本地的特产，都带一些的转去啊，这是本地特产，多带一些回去。也是本地的特产，多带一些的转去。自产自销，让苗栗卓兰的葡萄在市场上立足插旗。夫妻俩相信，最大的竞争力是消费者的信心。上课喽！也是本地的特产，多带一些的转去。也是本地的特产，多带一些的转去。谢谢钟宇老师。